大家好，我是家辉老师，今日要来讲台语罗马字的重要性。先小解者，罗马字的历史，伫台湾的历史，1885年就开始有台语罗马字啊，嘛有报纸号做《台湾府城教会报》，一项早期的白话字报纸，因为迄当阵外国人来台湾传教。为着要互台湾人知影，就发明白话字来使用，互搁较侪台湾人明捌基督教。较早拢是教会伫使用，所以有白话字的圣经，嘛有济文献。你伫个网站挑找白话字的历史，也是挑找白话字的文献，拢有诚侪的知识。甲资料会当看到，会当学到。目前有伫使用的文字有汉罗、专罗、甲专汉。汉罗各分台罗透南汉字，甲白话字透南汉字，所以汉字甲罗马字透南咧使用，这是汉罗的普遍。拢有咧使用诶，来就是专罗，有分台罗甲教罗，也就是白话字，有两种。像老师我一开始使用算是台罗，啊，毋过后来我明白即个白话字历史了，我感觉真重要、真要紧，所以我有足侪作品拢是用白话字来书写，而且是专项。一般来讲，即马教育部拢有制定。因的汉字规定的用字，所以我感觉要行销台文，除了你爱汉字你爱会晓，你罗马字嘛是爱会晓。等下后壁老师会详解哦。好，咱要来讲考试，伊会问讲，按考试呢？考试伊的即个部分，即个罗马字的部分。有啥物差别？即个罗马字部到底是有啥物差别呢？好，老师要来讲，声带呢，伊是单独一科考罗马字哦，单独一科，也是讲听讲读写，即个写部分是40条诶罗马字语词，吼。你会当选，你要用白话字还是台罗？就是一开始你去报名诶时阵，你爱使用白话字诶考卷还是台罗诶考卷？你若是用白话字的考卷，你全部文字你拢爱写白话字；你若是用台罗，你全部一科你着爱拢用台罗书写，袂使白话字甲台罗套拢来写，安尼一定会甲你算毋对。吼，这一条是2分，拢总有40条，分数是80分。若是要通过升台中国级的认证，差不多爱考60几分至70分以上。安尼较有可能会通过。毋过呢，其他科目分数嘛袂使摕伤歹哦，因为你若是差伤济，嘛有可能会有袂过即个危险。若教育部呢，你讲教育部敢会考罗马字教育部的罗马字分数敢若占10分尔伊是书写的部分，伊有10分的汉字甲10分的罗马字，也就是讲，若是伊迄个写的部分呢，伊当占10分尔是字写毋对就无分数，也就是讲，譬如讲伊考阿娘，伊会念2遍，然后你若即个罗马字你有一个符号，还是一个字写毋对去，迄分就无去啊伊分配伫书写第一部分，所以老师有甲你讲哦，足重要哦。罗马字虽然伫教育部考试内底占较少分，毋过我要甲你提醒，伫外头的试题内底，即马教育部嘛渐渐提悬罗马字试题答案哦，也就是讲，伊试题内底会有全罗的答案。你放心是台罗啦，因为教育部是用台罗，所以
你若准讲你袂晓，安尼请问你要安怎选即个答案呢？吼，伊会可能有豆豆出现搁较侪条的罗马尼答案的即个试题，所以一定爱学好哦。好，续落来，我要来讲做台语老师爱用到的能力。第一是啥？用伫台文写作也是编教材，罗马字拢是诚好书写的文字。第二，国校3年就爱开始学罗马字，到即马新的课纲，高中甲高中嘛是会使用到，而且可能阁会教因书写，所以即个能力就是最重要的。第三，罗马字变做现处是做台语老师的重要基本能力，所以加强家己即方面的能力是介要紧的代志。多谢大家，大家再会，咱后摆阁讲无共款的主题。